讲道穿新衫、啉新酒，请曾牧师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今仔日的诗篇16篇，会当真侪咱祈祷的应允。伊讲，上帝要将福杯的满溢，上帝要用新酒滴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留予咱的地，是在伫真水的所在。上帝所享受咱的人生，是一个量身定做的生命。这你同意吗？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伸出双手，甲主讲：主啊，你量身定做的祝福，今仔日通过圣经甲圣神来享受予阮的家庭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自执，伫你设立的时运造前，阮伫圣殿中来仰目仰望，来敬拜你。愿你的话就亲像上帝你的天使。本的圣乐讲的上帝你的言语，要进入阮的人生中间，真侪阮的祝福甲应允。所以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静静听，因为主你的话是多有应允，阁是享受。阮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来对主你领受。愿主你享受阮生命的新衫，愿主你填满阮生命的福杯，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会当手捧救恩的杯来担着。主你稳定的滋味，互阮深深担着主你拯救的滋味，互阮捧起救恩的杯，伫逐所在，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阮用较无的心，伫你的面前领受，恳求主你填满每一个阮兄弟姊妹生命的杯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要来领受2000年前耶稣伫讲道中间所讲。一个譬如，伊讲无人摕伊的新的衫加一块，去补已经破去迄领旧衫，嘛无人将新出的酒，甲伊滴伫旧的皮囊内底，因为新酒也未发酵，所以新酒是一个活命的发酵，会有一个喘气的一个新的酒，伊会伫即个旧的皮囊的内底来长，最后迄个酒的气会长破迄个旧的皮囊。这个譬如有真深的含义，伫这个所在咧，甲咱讲起新的基督徒的活命，袂通用旧的传统甲习惯，因为咱若还阁活伫旧的习惯、旧的传统的中间，就亲像耶稣讲，袂得手画雷马来往前行，不能够手扶着你向后看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要真侪上帝所应允的人，咱来穿新衫、啉新酒。啉人误会，无事无鼓励咱真侪酗酒的基督徒，毋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新酒甲新衫，伫圣经中间有真深真深的含义，足丰盛的。一个人若吐气讲我的人生真歹命，我的命运真坎坷，就亲像一领破的衫，一领破的衫就是我的命运。但圣经中间有讲起，上帝要脱去人的麻衫。就是脱去那个衫服，咱来做个别色咧穿的乌麻衫，也麻衫。上帝讲要将伊的忧伤的衫给脱掉，要互伊穿喜乐的灵，喜乐的灵踮伫伊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衫有真丰富的应允。愿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譬如，咱安静来读圣经，来回想过去，咱伫灵修中间所读到，上帝所享受的衫是什么种的意思？是一种的品格，是一种的灵命，是一种的思想，嘛是一种的命运。更较要紧，就是耶稣基督本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，咱会当穿戴耶稣基督，就是对咱信耶稣基督了后，通过洗礼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人若通过洗礼，伊就是穿耶稣基督所享受迄个洗清气的白衫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参与今仔日的圣礼典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这就是我的身材，求你甲我量身定做。我无要亲像一个囡仔穿大人的衫，我也无要亲像一个大人亲像穿囡仔的衫，迄拢无下输。
主耶稣今仔日我伫你的圣礼殿的中间，主耶稣你有讲，通过洗礼，我要称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就是伫十字架顶悬来制成的迄领救恩的衫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斟酌听圣神通过圣经的话来祝福咱所讲的话。我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来思考今仔日这两段的圣经要安怎做结论。一段的圣经咧讲起耶稣的譬喻，一段的圣经咧讲起上帝所赏赐的极大的福分水无比。伊讲所留予我的杯，所留予我的产业，所留予我的地，实在是真水的所在。诗篇16篇咧讲起上帝赏赐人量身定做的祝福，也即你有相信？伫你的一生中间有上帝耶和华以勒，伊甲你特别的陪伴，毋是要互别人，是专要互你的嘛？如果你若也未真确定讲，已经主完全赏赐我，兄弟姊妹静静听候，捧起你生命的杯，伫主的面前伸出你的手，你甲主讲：主啊，填满这个生命的杯，填满是代表祝福。所以圣经咧讲起上帝所使用的人，伊用油抹伊的头壳，有无？圣神的充满伫人的生命中间。所以神酒伊代表福杯满溢，神酒更加重要。伫圣经中间有一个最要紧的图像，就是圣灵充满。所以伫使徒行传第2章，耶稣交代伊的学生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因为耶路撒冷伫耶稣钉十字架了后，伊是一个伤心之地。耶路撒冷对基督徒、对耶稣的门徒来讲，耶路撒冷各他是一个伊的绝望、伊的噩梦绝断去。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悬，这个阮所噩梦的救世主，为什么伊钉伫十字架顶悬？但是耶稣甲伊讲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虽然这个是一个伤心之地。但是你要伫这个所在看到主角我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这个圣经甲咱讲是耶稣的譬喻，伊咧讲起新甲旧。做基督徒，咱就过新的人生。这个譬喻是因为经学师法利赛人因无同意耶稣的作风，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有真侪习惯，甲真侪新的作风是甲犹太人的习惯无啥共款。比如讲，犹太人因绝对无甲撒玛利亚人往来，犹太人嘛无甲遐个抽象，就是税关、抽税遐个国税局的遐个公家人员，无甲因做伙食饭，因为这个人是欺负犹太人，帮助罗马帝国来施压、来吞盗、来困住犹太人，所以伫因的世俗、因的习惯的中间，因感觉这是歹人。所以，因绝对无甲歹人做伙食饭，无论是妓女，无论是做贼、大贼狗，犹太人因有过一个圣洁分别做成的习惯。但是耶稣竟然甲撒该食饭，耶稣竟然呼召马太。伫圣经中间，马太福音的这个福音书的作者，伊原本的身份伫犹太人中间是互人配喙烂、看无起的人，因为伊拄就是今仔日的主角，伊就是一个国税局替罗马帝国咧抽重税，互犹太人感觉真讨厌的人。但是耶稣进入马太的厝，耶稣呼召伊来做伊的学生。人煞看袂上目的人，耶稣经伊来军队伊。所以犹太人甲耶稣辩论。伊讲：阮绝对无甲这个人食饭，是安怎你甲这种人做伙？无友不如己者，就是讲无好的人毋通甲伊做朋友。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做，互当时的社会引起一个扰乱，包括经学师，包括大祭司，伊拢感觉耶稣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， 是一个对社会风俗无尊重的人。耶稣甲伊讲：判别人。才需要医生。我来毋是要审判，我来是为着要拯救世间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耶稣的譬喻咧讲起做新的人。所以保罗听了耶稣这个譬喻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：
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，各位记得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欢手伫你的心，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请你进入我的心内，互我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这是一个真重要。圣经中间咧讲的福音，其实就是旧的人变做新的人，是一个罪人变做得救的人，是一个糊涂的人变做有智慧的人，一个有焦虑、一个无平安的人，就得到上帝所赏赐穿一领新的生命的衫。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来读有关着新衫的圣经节。原咱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咱捧起你手中的杯。牧师今仔日礼拜特别摕一个，毋是道具，这是咱的圣餐的杯，放伫咱的目睭前，要鼓励咱常常伫无形中间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捧起我生命的杯，主啊，求你填满伊。如果上帝若是一个祝福人的上帝，你敢愿意你的生命是空空的，还是满满的？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无一定要一个人摕一块杯，但是等你拄着圣餐的时，你若捧着这个圣餐的杯的时，你感谢主耶稣，你讲主啊，我一生拢要啉你恩典的杯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圣经来得到真侪祈祷。我要用这段圣经来甲咱讲两项的祈祷。第一，为着咱的生命，甲主祷。主啊，求你为我量身定做新的衫，添满新的酒。遐这个记起来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这段圣经，咱第一个祈祷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牛，亲像我去西装店，我甲师傅讲，我要经一块新的布，因为阮兜有喜事，我要做一领新的衫。迄个师傅就甲你量你的身材、你的胸口啊、你的身长、你的袖长，一领合适的衫。咱做上帝的囝儿，咱所穿的衫就是咱的思想，咱所穿的衫就是咱的品格，咱所想的衫就是上帝圣神伫咱的体格中间，咱所穿的衫就是一个命运。对今仔日开始，这个命运是伫上帝的手中。忧伤要变喜乐，丧福要变做礼炮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量身定做。特别咱为着咱的囡仔祈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囡仔伊的一生一条路，是一条量身定做的道路。伊的思想是上帝量身定做的思想，是上帝用伊的话写伫咱的囡仔的心思意念的内底。互咱的囡仔心中有平安两字，抹去焦虑。兄弟姊妹，会使安尼祈祷无？主啊，你将平安两字写伫我的心头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手画伫我的心中，你的所流的宝血，就将我迄个焦虑给抹掉。兄弟姊妹，祈祷毋是一个真抽象，毋是。祈祷就是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所经历的情景中间，夜目对上帝讨。主啊，今日你赏赐我一领新的衫，互我一杯圣神的新的福杯满溢的酒。主啊，求你填满伊，求你互我伫你的面前，就亲像12度，圣情充满了后，遐外邦人看到因公开伫这个会场的中间，伊讲：这群人是怎样咧？因好亲像啉酒醉，因所讲的言语甲正常的时阵无啥共款，因的心内充满热情，提提吐吐，讲真侪外邦人所讲的迄个腔口，咱来讲方言。所以圣经咧记载，遮的原本不要讲外邦人的话，保罗、彼得、约翰，因遮的人，因竟然伫圣神充满的时，伊开始讲英语、讲法语、讲德语。当然，毋是圣经无安尼讲，是讲遮的语言。伊讲各种外邦人的语言甲腔口。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是一个祝福甲祈祷的礼拜。咱伸出手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量身定做我的生命的计划。主，求你帮助我。第二，咱要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为我死，
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为你来活，现在你愿意吗？会当为主来活的人，无论生甲死，拢是福气的人。会当为主来活的人，是一个极大的荣光。所以保罗讲，既然恁已经领受洗礼，就称耶稣基督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用耶稣基督的品格做你的品格，用耶稣基督的灵做你的国外灵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讲，称耶稣基督。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就是真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行过去，旧的代志拢行过去。咱要穿新衫，做新事，活新的生命。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咱用主祈祷。耶稣讲，无人将新酒放伫旧皮囊，意思就是唔通用你的习惯来捆绑你对圣经所领受的福音。所以，一个新伫上帝话语的中间，有感动就要有行动，有感动就要有改变。咱唔通永远30年、40年如一日。有听福音，但是无改变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。人的改变是足困难。除了第一，圣神有甲咱感动；第二，咱爱愿意。也这两项真重要。用温牧师甲恁提醒，人的改变是这两项代志。对上帝对咱讲话，咱心内有感动，咱感觉到家己糊涂，咱感觉家己错误，咱勇敢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！我愿意改变，一个心内若将来毋捌安尼做决定的人，伊无可能改变。无论你做偌一礼拜，听偌一篇的讲道，如果你若无甲主讲，主我愿意，你永远无新生命，无新的愿望，无新的开始。我真爱德蕾莎小女所讲的话，伊讲改变第一步是上困难的。人的改变第一步上困难，但是若愿意踏出第一步了，过来都无遐尼困难。你相信这种的鼓励话吗？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拍开心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我愿意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你甲我量身定做，将你救恩的白衫，就是你伫十字架顶悬踢开双手，互罗马兵啊，甲你吊伫十字架顶悬，你所穿迄件衫。主啊，求你，迄个无形的、看袂到的救恩的袍，以赛亚61章第10节，伊讲上帝要将拯救的衫，将公义的袍，我阁讲一摆。以赛亚61章第10节，伊讲上帝要将拯救的衫，甲公义的袍，穿伫恁的身上。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讨讲，主啊，救恩的衫。圣洁的衫，良善的衫，自对今仔日开始，这件衫代表我的身份。兄弟姊妹，咱穿衫，毋是干那穿起毛子的尔，咱穿衫，毋是干那功能性尔，咱穿衫有形甲无形。无形的衫常常是代表咱的身份。兄弟姊妹，你若一个对家己的角色，对你家己的身份真慎重的人。你会同意我安尼讲？因为一个人所穿一领无形的衫，就是你的气质，就是你的思想，就是你的品格，就是你的灵命。什么种人穿什么种衫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耶稣讲，咱无搁再争论讲是新的较好啊，旧的较好。耶稣伫这个所在，并无否定旧的重要，就亲像伊无否定旧约。所以新约甲旧约。是新约就好吗？唔免读旧约吗？耶稣无安尼讲。耶稣上重要就是将旧约人读无的信息，将犹太人读未明白的话，你虽然看，却看袂见；你虽然听，却未明白。耶稣来就是解说互咱听，新甲旧其实是旧嘛是新，是新嘛是旧。因为上帝真理甲上帝同款，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嘛永远伫地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新甲旧是什么种好？
耶稣讲这句话最要紧是咧讲起人有一种的习性，习性就是安逸啦。咱习惯伫一个同温层，咱习惯伫一个某一种的生活习惯，因为习惯无有迄种的压力甲紧张性，所以人常常生活伫一种的常态、一种的传统、一种的思想、一种的属性。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起新甲旧是叫醒人做反省。什么是好？新的为什么好？旧的为什么不好？但是最后结局就是选择一个有好处的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伊的圣心帮助咱安静来回想，伫过去你的灵修中间，你有读到什么种，互你有看到啥的图像？伫圣经中间咧讲起啥，到底是咧讲起啥？伫旧约中间有咧讲起祭司来主持迄个圣礼殿的事，犹太人的祭司爱穿一套，头前有一个胸牌，迄个叫做以弗得。今仔日伫咱的教会礼拜的基督文内底恁有读到这段基督文的人，我毋知恁有印象，你过去伫灵修中间捌读到以弗得这个字无？以弗得是犹太人的祭司，伊的胸前有12块石头，这12块石头代表上帝的百姓12个族，每一块宝石，伊代表祭司将伊穿伫身上，就亲像带着伊所听的兄弟姊妹12个族群来徛伫上帝的面前。旧约有祭司的衫，新约伫启示录的中间讲起有一领圣洁的白衫。迄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想述建立得胜的人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过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话所唤醒，愿意过新的生活的人，伊就穿一领生命的白衫。所以呢，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过什么种的生活，咱穿什么种的衫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来想。我要甲咱分享4个、5个、6个，伫这个所在，我提醒兄弟姊妹，咱的品格就是咱生命的衫，就亲像雅各，耶稣的小弟雅各，伊讲，若听道理无行道理，伊的信仰是死的。人听道理了后，毋是用嘴讲道，你是什么种的人？你活出来，你的生活的态度，你的品格。就是代表你的信仰。第二，什么是咱的衫？我思故我在。人的思想会影响你的讲话，所以讲一句话若讲了好，就亲像一粒金的苹果，放伫银的盘顶，适配相称合宜。所以你说人的思想暗看袂掉。因为主讲，迄就是你生命的光。无人将光放伫咧门窗骹，人点灯台一定放伫什么所在？一定放伫桌顶，放伫灯台顶。咱的思想就是咱生命的光，上帝的话就是伊的光，做咱骹前的顶路上的光。所以犹太人甲摩西五经叫做托拉，托拉就是亲像火把啦。托拉这个字，就亲像火把，就是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搁一种就是灵命。一个属圣性的人，伊就结出圣性的果子。伫加拉太书内底咧讲起属灵的果子。人什么种的灵命？好树就结果好果子。什么种的树就是伊的本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咧讲啉新酒的意思，就是新的圣性主耶稣基督格外灵来进入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就穿一领叫做属灵军装，有圣性的衫就穿伫咱的身上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伊讲我所添予你的酒是满出来，伊的意思就是上帝所赏赐咱的恩膏，上帝所赏赐咱的福分温数，是一个满溢的温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适合伫地。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过一种衫叫做命运的衫。有个人拄着歹命的时，伊会想要改命，所以是改命，伊会去算命，
然后伊去请道士甲伊解运。兄弟姊妹，毋免解运，咱的运伫上帝的手中。兄弟姊妹，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有人我靠关的君王军队，独独我靠耶和华的名。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命运的交通。咱伫主的面前甲主说：主啊，求你将这领乌麻衫，就是我今仔日伫我的亲人伊个别色的中间所穿的这个忧伤的衫，主你甲我脱掉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如果你今摆你的身边也是你，是一个伫焦虑的情境当中真艰苦，无人知。愿上帝圣神跟你讲，我的孩子，不要害怕。兄弟姊妹，愈是咱做未来的代志，愈是爱全然的仰望跟交托。兄弟姊妹，咱若做会来，咱就免上帝啊！你就一世人靠家己，咱真福气，因为咱有上帝通倚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甲主祷讲。主，我将我心内的焦虑，将我心内的动荡，将我心内感觉真无爽快的事，主啊，求你的圣手甲我脱掉。今仔日牧师有带我读这段的圣经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专心甲你恳求。主，你赏赐我一领新的衫，是量身定做的。这领衫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是用伊的宝血所编织出来。一领救恩的衫，主啊！你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，新甲旧，咱有福气，有机会谈过新的命运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愿旧的代志拢真过去。主啊，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专心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你赏赐我一条新的道路。一个新的愿望，一个新的相信，新的开展，改变我的心思意念。就亲像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3章讲：我做囡仔的时阵，我的性情，我的讲话，我的思想，像就囡仔。既然当大人，我就弃杀了囡仔的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这个譬如，咱欢手伫家己的心内。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无人会当改变人的旧习惯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是当咱为着咱的心内的软正祈祷的时，成就一切的上帝，伊要甲咱鼓励讲：孩子，你的决定非常好，因为你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也会帮助你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咱的心交互主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的内面。所以我的命运改变，我的习惯改变，我的灵命改变，我的思想改变，我的运势甲我的智慧嘛拢要改变。这叫做福杯满溢。上帝将各种的天顶的运势，各种的运势。就赏赐互咱，互咱伫需要用的时阵无欠缺。耶稣讲的新甲旧是安尼写。保罗是一个真了解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甲耶稣基督的心意的人。伊伫罗马书第7章第61安尼讲，伊讲新毋是用白纸乌字的旧，伊讲旧的过去的律法是写伫摩西的五经，是一个文字所写的旧条文。但是今仔日圣神所带予咱的是什么？是圣神内底新的样式，心灵的新样。这个心灵伫圣经中间，伊的原文是圣神。圣神若踮伫咱的内底，咱的内底就有新的思想、新的想法、新的性情、新的判断、新的局望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白纸乌字的旧约，毋是无路用。白纸乌字的旧约。伊叫做文字的旧样，文字的旧样。今仔写语文的旧样，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文字所写的旧的律法，通过上帝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伊个我的圣神，伊要重新解说。
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将犹太人读无的旧约，伊解说互伊听。愿主祝福咱的教会，每一届咱做礼拜时，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得到祝福。愿主伊亲自解说伊的话，互咱知影。今仔日咱的生命是一个量身定做的礼拜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提开咱的手，甲耶稣同顶的十字架顶悬。咱甲主祷讲，主今仔日恳求你甲我量身定做，基督徒应该有生命的新的样式，生命新的思想，生命新的习惯，生命新的品格。圣经讲美好的、相称的、合宜的。那这里得去悟过圣经的关键字：美好的应许、更美的生命、最美的生命，无人能夺去的美好。今仔圣经讲所留予我的地，所量给我的应许之地，水无变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上帝已经在你的生命中间为了你预备吗？保罗嘛讲起上帝为了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愿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上帝所赏赐咱水无变的人生，是一个甲咱的生命相适配，是一个合宜的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告，主求你帮助。咱倒要到今仔日，大笔伊学了上帝，伊祈祷上帝。我心欢喜，心快乐，互我肉体安然徛起。诗篇16篇是一个足水的祈祷的诗篇，所以有人讲这篇诗就是一个黄金的祷告诗篇，是黄金的诗。所以伫这个所在第50伊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山岳，是我杯中的分业。意思就是这个杯，上帝要用伊的稳定来填满伫伊的内底。现在你通欢手，咱通欢手。伫咱家己的生命的杯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咱常常伫祈祷会中间，咱爱认迄个圣神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而且毋是一摆就结束，咱的车的车链灌一解封，无可能开10年啦。无论你的车链有没有破胎，你无可能一粒链啊10年、20年无搁再灌封。所以，你知道咱的生命得到圣神，不是一摆就结束，是持续，是永远。所留予我的杯，所留予我的地，今仔日是咱祈祷的根据。你敢看到上帝所留予你的迦南美地在什么地方？上帝所听教会的青年、青少年，上帝为着恁的人生有所预备。是恁爸爸妈妈唔知影，是牧师嘛唔知影，独独只有上帝甲你知影。愿天父上帝所留予你的地，是在你真水的所在，走到天涯海角，上帝要带恁行恁人生的道路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告，主啊求你穿一领救恩的衫。拄则牧师有甲恁读过这段圣经，以赛亚61章第10节。救恩的衣，公义的袍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品格，就是咱的灵命。咱生是为耶稣基督，咱死就要得到上帝所赏赐迄个得胜者的圣洁的美衣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，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赐给你甲我量身定做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圣神啊，分过什么所在，就亲像春风吹的百花香，上帝的圣神啊，分过咱的心肠，咱的残痕，咱的心内的残痕画面就画起来。上帝来让咱分画开，就亲像天满新酒，咱啉了后，咱的生命就改变。上帝的圣神所分过的所在，就是新天新地，因为上帝的灵带来什么良善？彼得讲。有义居其中，迄个义就是上帝的义，就是上帝的本质，就是上帝的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神啊，甲咱三个弟弟，咱想好，咱讲好，咱做好，
逐项好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今仔日个礼拜，第一，兄弟姊妹，咱同齐为着生命祈祷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填满我的杯，吼，互我穿新衫啉新酒。主所填互咱的新酒是代表什么？主所填互咱的新酒是代表圣神甲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主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所以主填满咱的杯，是主耶稣基督家己本身的宝血。一个破病的人，常常需要病院甲伊输血，手术了后会失去伊宝贝的血，但是加在即摆医学真发展，伊当用别人的血来帮助破病的人，通得到恢复。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逐摆咱修圣餐的时，爱敬虔，爱感谢，爱渴慕。咱用敬虔的心，甲主耶稣讲：我何德何能，可以畅饮你的杯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礼拜，第一量身定做。拄则牧师有甲恁读诗篇16篇的时，伊讲好的无比，是相称的，是合宜的。牧师甲教会常常为咱咧做背后的代祷，愿恁健康，愿恁幸福，愿恁带有耶稣基督新的画面。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甲主祷讲，主求你甲我量身定做信望爱的生命，主求你甲我量身定做信望爱的生命，现在为耶稣基督改变，像耶稣基督伊的心思意念，是下属的，是属合的。圣经讲相称的，是合宜的。咱是基督徒，都要有基督徒的香味；咱是基督徒，都要有基督徒的形。互咱厝边头尾讲起，德堂教会是一间有改变，是一个受祝福的教会。因为以前甲今仔日全然无共款。过去咱的厝边捌讲，毋通去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无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我捌安尼听讲，但是愿德堂人今仔日无可再安尼讲，因讲因是一定有福气的人。愿主甲咱三家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因为因留互咱的是应允，是坐落在迦南美地。上帝所留互咱的人生，你相信吗？等着看吧，兄弟姊妹，用信心安静听候，注意成就，伫你的一生中间，所留互咱的份业，所赏赐咱的，就是各种的文书。所以伫圣经中间所讲，留互我的耶利米书，上帝甲耶利米讲，这是你所应该得到的。咱何德何能？咱无人有迄种的特权伫上帝面前讲，你一定爱互我。就亲像囝儿无权利甲老爸老母讲，这是你的我应该得的产业。兄弟姊妹，真侪人拢感觉爸老母是大人到年老爱放财产互咱，世间无迄个应该的代志。爱财产家己去赚，若是爸母留互咱的，拢是稳定啦。兄弟姊妹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无伫主的面前过头。咱甲主讲，主我虽然未看见，但是我知你有美好的预备。愿咱做上帝的宝贝囝，伫主的面前没有将恩典当作理所当然。愿咱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互我伫你的面前敬虔温困，尽忠到我一生，互我经历着耶和华喜乐的生命。主甲咱三家伫地。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讲，所留互你的是什么？是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预备互咱的恩赐。咱逐个人的恩赐无共款，愿天父上帝互你找到你内在的宝黄金，迄就是上帝互你的恩赐。
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上帝拢有量身定做的恩赐，只是有当时啊，咱无看到，只是有当时啊，咱袂晓甲伊摕出来用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愿咱伫礼拜祈祷的中间，咱甲伊摕出来用。拄则所讲即几项，咱继续伫你的祈祷的中间。牧师有甲恁讲，这就是旧约神帝因所祭司因所穿的衫啦。这个图头前有一个相牌，叫做以火德，12块宝石代表12个支派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，恁的名拢写伫教会和会手册，毋是要印出来互人看尔，是要伫咱彼此祈祷的时阵，常常互相提名代祷。这就是上帝目睭前的以火道。但是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甲兄弟姊妹鼓励，你爱常常问上帝讲：主啊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你要甲我添什么种的保障？你量身定做互我的这领衫，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品格？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态度？我应该爱有什么种的思想？一个。上帝将各种美好的圣灵的9颗果子，将上帝将圣灵所带来的6种功能，拢甲咱添伫咱的生命的身衫顶悬，互咱真做有圣神同在，是圣神的新的形，穿即个新的衫，是甲悔改的人相适配。换一句话就是讲，即个衫的中间是一个用悔改的心添伫咱的身上。甲福音的教示，甲耶稣基督的教示有一致。耶稣讲什么，咱就阿门；耶稣讲是，咱就讲是。愿主甲咱三家弟弟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伫主的面前，伸出咱的双手，为双手祈祷讲：主求你，互我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；主求你，互我一生做你看做好的代志。愿主帮助咱伫教会同心合意，临新的酒就是代表生命的充满、圣神的充满。这是圣经的英文，箴言第3章第10节，伊讲：上帝要互恁的库房充足到有剩，上帝想使恁的棚内的酒池，酒池是新酒满盈。犹太人因咧酿酒时是用一个大的水池。将所有葡萄拢放伫内底，落去打，互伊产生一个花效。伫迄个所在，酒池充满新酒，愿天父上帝互咱充满圣神的帮助。第二个祈祷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耶稣，咱下愿，咱伫主的面前做决志，咱甲主讲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通过我，互人看到耶稣。这就是保罗所讲穿戴、披戴耶稣基督的意思。主啊，求你，互我的生命会当互人看到耶稣基督，你活伫我的内面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用这句话为咱的生命改变祈祷。既然有人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就是新造的人、新创造的人。愿咱的命运，愿咱过去的习惯、旧的代志、糊涂的代志，拢变成新的。主祝福在座兄弟姊妹，咱常常穿新衫、啉新酒，咱常常伫主耶稣基督的内底有顶头生重生的生命。伫主的面前，伫伊的应允的中间，穿什么衫？穿平安的衫。脱去什么？穿戴跟脱去，是今仔日的圣经内底一个真要紧的改变的词汇字。伊讲我脱去这个垃圾的衫。我脱去这个破去的衫，我脱去这个旧的无下水的衫，对今仔日我清新的衫。亲像拄则牧师伫祈祷的中间邀请咱会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将焦虑甲伊除掉，主啊，求你将平安放入我的心内。也这你愿意吗？主耶稣讲，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咱开。求主耶稣亲自用伊的手甲咱烫掉，迄个无下水的，迄个垃圾的，迄个扭曲的，迄个破漏的，想使咱以赛亚61章第3节，伊
伊讲上帝要赏赐忧伤的人喜乐的油跟赞美的衣服。上帝要将这个丧服，就是个别色所穿的迄个麻衫，甲咱脱掉，将迄个绝望的思想甲咱脱掉，迄个负面的思想甲咱脱掉，注重一个正面的思考模式，愿望的眼光放伫咱的家庭，对一时到永远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互我更新，更新太久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求你改变阮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你甲阮量身定做，互阮有灵魂的白衫，互阮有圣神的温素。主，求你甲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撒卡地地，互阮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